大家好，本期奥氏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小讲堂为大家带来的是剪纸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剪纸。剪纸是我们在节日或者婚礼时张贴在墙上、窗上、门上，用来烘托节日氛围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双喜和春的一个剪纸。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剪刀、铅笔和正方形的红纸。我们先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然后在可以打开的一面画上5个长方形，另一面画2个，把这些长方形全部剪掉。如果下面留得太长，我们也可以剪去一些。剪完以后，我们把竖着这边也剪去一点，然后打开，这样我们的喜就完成了。和前面一样，我们还是对折，然后再对折。折好以后，按图形画上阴影，然后剪去这些阴影的部分。剪完以后打开，这样一个心形的喜就做好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2个喜字。现在我们来折春。我们先把纸按这样对折，打开再对折，然后横向、竖向我们也折一下，然后把它折成一个大的三角形，把这个三角形也对折，折好以后按这个样子画上图形，然后我们剪去阴影的部分。剪完以后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这样一个立体的春就做好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回忆一下，我们剪了2种喜，一个春字，立体的春。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完以后装饰自己的屋子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